今天用这个羊毛毡子做个壮阳的小包，过2天接膏用。缝好了，给它修个边的拉绳。羊包做好了，一会儿去外面试一下。羊包做的有点大了，正好接膏的时候多装2只。小羊刚才悄悄告诉我，它很开心。这个牛尾太肥了，把这割下来，一会儿炝锅用。再来块火锅底料。肥的最香了。来，粉丝吃一口。